好来，乡亲啊，明仔载开始，翠安买当伫个网络顶来购买咯。民众会当用健保卡，或者是自然人凭证来登入平台，或者是用手机的健保快易通的 App 来注文，然后线顶付钱，然后到超商来退货。明仔载3月12到这个3月18，第一届来试办。 无时间像咧白天买翠安的是名坐2.0加量版来啊。我们的健保卡自然人凭证，好，那还有在健保的快易通，好用手机的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教你翠安要安怎伫网络顶面注文，头一个办法，准备好电脑甲读卡机，用健保卡还是自然人凭证登入平台，也是用手机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。 拢会使注文翠安，3月12到18是头一摆试办网络注文翠安的登记时间。若是线上纳钱了后，这段时间注文的翠安会伫3月26到4月7送到超商。只要摕身份证件，就使亲身也是带领翠安，了解要安怎买了，可能了解的问题。不需要跟抢票一样了，好，因为那个票很多。 指挥官陈时中讲，网络注文的翠安甲演唱会无共款，翠安真济唔免受抢。是讲万一若注文的数量伤济，就伫登记截止日的过当天留口决定，看什么人会使注文到翠安，唔是先抢先赢。你付了款之后，我们就会通知说你在什么时候起可以1个礼拜可以去领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在中间我刚才讲过，中间如果这个空档你还没买到的时候。 那空档你的权利仍然没有变，哦，在实体的药局仍然是可以去买。不管用什么款的方法买到翠安，一个人就是7天敢会使买3片。另外，因为是实名制，所以讲网络注文翠安甲去药局买同款，袂使大家做伙买，只能代买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讲，试办的过程若是讲发现有问题，会随时检讨改进。希望讲，互所有人拢会使方便买到翠安。